大家歡迎收睇2026年7月2號星期四嘅颱風速報。現時時間係夜晚9點06分，1號戒備信號同雷暴警告信號現正生效。我哋而家先嚟睇下特別天氣消息啊！一道強雷雨帶正喺廣東珠江口以南水域靠近，預料會喺未來1、2個小時影響香港，市民請提高警惕。高熱帶低氣壓的組織仍然較為鬆散，大致採取偏西路徑移向海南島以南海域，與本港保持相當距離。1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明天中午12點。隨後天文台會視乎該熱帶氣旋嘅強度變化、其強風區與珠江口嘅距離及本地風力變化，評估係咪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過去數小時，本港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而該預料該熱帶低氣壓相關嘅外圍雨帶正喺度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及珠江口一帶，預料該區會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海面有湧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並留意最新天氣消息。我哋而家會嚟睇下風暴路徑。目前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喺本港之西南偏南約660公里。我哋而家嚟睇下路徑概率預測預報圖。好啦，呢颱風速報就到呢度啦。我哋聽日朝早9點嘅颱風速報再見。